反对中国压迫的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反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特别是其集中营政策的示威活动，正在世界各地继续进行。慧朗组织宗公里达分会举办了一次大规模东突厥斯坦自由行动大会，同时在可尼亚安纳托利亚青年协会的组织下进行了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共政权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另一方面，萨木宋市市长沙义对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打破沉默说，土耳其民族为了结束维吾尔人的这些压力，应该给予各种反应和行动。同一天，大团结党主席大斯体吉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出维吾尔问题，呼吁政府支持并帮助维吾尔人。为东突厥斯坦而行，一群9名维吾尔人于12月15日从伊斯坦布尔步行出发，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杜斯哲省，经过萨卡尔亚、郭加艾利和杜兹哲之后，参与人数增加到了30人。他们一大早就开始了他们的旅程，沿着第100高速公路前往开纳省县，然后他们开始爬上博禄山。中国黑客窃取了重要信息。在美国司法部提起的案件中，据称有超过10万名美国海军人员的个人信息被中国黑客窃取。在美国司法部周4提起的诉讼中，据称有超过10万名美国海军人员的信息被中国黑客窃取。起诉书中，2名黑客朱华和张世龙被挖过去10多年来入侵美国等国家的几十家公司的企业管理服务提供商网络系统。他们与中国主要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有关的团体合作进行袭击。美国的新目标沙特阿拉伯，美国参议员最近对沙特阿拉伯采取了坚定的立场。沙特阿拉伯与中国在石油方面的经济和政治趋同被视为对石油美元体系的威胁。面对这一威胁，美国已被指示在包括也门在内的许多问题上教训沙特阿拉伯，并正在努力调整里雅得的管理。克里莫夫的顾问被拘留，前乌兹别克总统克里莫夫的顾问莫伊丁被拘留。根据乌兹别克斯坦首席检察官办公室新闻处报道的消息，莫伊丁被拘留并接受调查。